我仲記得有個好特別嘅經驗，我需要外出街訪去訪問社會大眾對自閉症嘅想法，其實真係都幾驚下，又唔知揾邊個去接受訪問好，又怕尷尬。但好彩喺阿 Sir 官娘鼓勵下，我又成功完成到任務。依家睇返，其實都唔係真係咁可怕啫。棘嘅除咗識朋友就係約會，咪玩啦！可以同對方傾咩啊？可以去邊度啊？真係零概念。我同義工一齊參加模擬約會社交溝通小組，真係實地進行角色扮演。雖然明知係模擬，但原來都真係會緊張。我諗都真係要有咗呢啲經驗，我先知道將來可以點樣調節自己，等自己再繼續進步。我哋一開始加入中心嗰陣，姑娘一開始就問我有咩方面想提升啊？咁我都好老實同佢講，我30幾歲，好似接觸人嗰陣都會有少少擔心，好似都冇乜朋友咁，亦冇乜拍拖經驗。所以如果可以融入個社會多啲，人際關係可以改善咁就好啦。社工姑娘就推薦我參加一系列嘅義工活動，我試過同其他會員一齊一手一腳設計展板、設計活動同小冊子等等，希望令大眾更加了解自閉症，俾大家認識多啲我哋嘅世界。另一樣我覺得冇咁可怕嘅就係識朋友。參加唔同活動嗰陣，除咗認識多咗會員之外，無論喺參加社交小組定係桌遊活動，我覺得我都識多咗社交技巧，對同其他人開展同維繫友誼都有返啲信心。以前呢，我對返工真係冇任何概念，覺得好似好遙遠咁。當時呢，仲有1年呢就要畢業啦，都有啲彷徨，但始終都要面對嘅。於是姑娘阿 Sir 推薦我參加咗唔同小組活動同訓練，學下啲面試技巧、返工衣着、職場上同人相處嘅技巧同埋職場潛規則。我先至知原來返工有咁多嘢可以學。之後呢，我就喺中心實習，唔好睇我平時嘴 gel 咁，同 friend 吹水過波就冇問題嘅。但係去到職場嘅環境呢，我就硬晒態，所以都要不斷學習同改善。好彩就喺中心協助下揾到我第一份工。哇，大佬咁大個仔第一次面試喎，前一晚真係緊張到瞓唔到，有姑娘阿 Sir 幫住我嚟先叫定少少咋。我本身都擔心自己學嘢太慢，唔識應對客，會達唔到工作嘅標準。但係我好幸運遇到個肯俾時間我學習同耐心教我嘅老闆仲有同事，佢都好包容同體諒我，仲肯借個頭俾我練洗頭。一開頭入嚟只係得15、16歲，嗰陣時先接觸多少少獨立生活訓練嘅技巧同埋擴闊生活體驗。當時呢，咁大個仔第一次試衫買衫，真係好似大鄉里出城咁，仲學過計劃行程約 friend 出嚟行街咁。最難呢，就係去街市買餸，平時超市都少入，唔好話街市。好彩呢，姑娘阿 Sir 教我點行去揀，點揀再拎俾人稱，再學識多樣嘢，第時又可以獨立啲幫 handle 屋企人。我同仔女相處上邊呢，學識咗欣賞佢哋，聆聽佢哋嘅需要。以前呢，得佢哋呢咩嘢都做得唔好，睇唔到佢哋進步同埋努力嘅地方，覺得佢哋做得好係應該噶嘛，係理所當然噶嘛，所以好少讚佢哋嘅。不過而家細心觀察佢哋，先至發覺原來佢哋一直進步緊。我知道唔單止佢哋要變，其實作為家長嘅我都要學習轉變。關心自己、愛護自己，係我喺家長組裏邊學到嘅嘢。好多時呢，我就忽略咗呢，原來我都有被關心嘅需要。所有心機、時間俾晒仔女，冇留意，其實我都需要一啲嘅空間。所以而家我會 keep 住同埋珍惜每一次上嚟家長組嘅時間。喺個3個鐘頭裏邊，我真係可以好放鬆，同其他家長分享下大家嘅難處啦。大家互相鼓勵下啦，有時唔係有啲實質嘅解決方法，係大家知道原來好多同路人可以一齊行緊。就算返到屋企，我都會盡量安排下自己有啲獨處嘅時間，做下靜觀啦，或者做下自己一啲中意嘅嘢啦。因為我哋要學識關心自己嘛。畫出一片天自閉症人士支援中心成立於2020年，係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轄下嘅其中一間中心，為15歲或以上嘅高功能自閉症人士提供個人化服務計劃，從5大範疇，包括職能提升及就業服務、人際關係、獨立生活、社區共融及個人健康方面，協助高功能自閉症人士由青少年期過渡至人生唔同嘅階段。同時間支援高功能自閉症人士嘅家長或照顧者嘅需要，提供親職教育及個別輔導。
另外，亦有為前線同工提供有關自閉症相關嘅專業培訓及諮詢服務。中心由跨專業團隊組成，包括臨床心理學家、職業治療師、言語治療師同埋社工，為服務使用者提供全面協助。